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迄只逃亡的狒狒狼熊，惨死伫个热情之下，引发着各界对围捕行动的质疑。除了监察委员申请自动调查之外，检调嘛继续咧追查，陆续来约谈着相关的人员，包括桃园农业局的专门委员罗继业。 甲动保处的处长王德杰，拢已经互约谈2届了。讲这位罗继业，伫个成功追捕到狼熊了后，第一时间毋是甲狼熊送病院，是先甲狼熊当作是战利品，甲围捕小组翕相留作纪念，嘛引发着议论。讲伊昨暝已经来请示核准了。再去，桃园市长张善政嘛讲，这个追捕的行动确实是有欠点，会继续来检讨。 拍一张我给我女儿。就是这句话，互外界看到真俩讲。桃园市农业局专委罗继业抓着狼熊了后，无做初步抢救，无用伫咧翕相共等，拢无要紧。这只狼熊敢有伤甲真正力？已经施打麻药了啊！在这边顺利把他逮捕归案哦。唔知影严重性，直到狼熊死去才解释讲，深头就知影真熊真着急，前后的讲法无共款，互外界骂甲无力。伊嘛伫咧昨暝向市府请示，那呢桃园市农业局局长陈冠基嘛家己撤出分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，不是这种打猎或是对于动物处理专业，我们都可以体谅。那么，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这样子就没有过失。 虽然相关人员落台负责，不过哪人到底是向指派的，是听向的话，也无答案。议员嘛批评桃园市府有疏忽。这个猎人带着枪支，那现场没有人控制他，没有人特别的告知他，我们没有请你来，请你离开之类的这些事项。 来做这个警告吗？检方继续调查，除了昨日已经约谈官员、立法村人员和垃钱以外，昨嘛约谈专委罗继业、动保处长王德杰和4个立法村的人，拢总12个人。事件的关键人物姓任拍来，本正一直对外讲家己的心声，不过今仔日态度大转势，无想要搁对外加讲。今麦检察院嘛主动介入调查，希望当赶紧厘清真相，袂互人嫌时间这么冤枉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